嘿，我係 Pat Wing 啊！我哋又翻嚟到呢個榮格心理類型嘅研究啦。今日係講到第450頁嘅內傾感知型嘅當客體效應由於某些特殊狀況，例如由於某種特殊心理的強度，或由於無意識意象極度相似，成功侵入住，即係話係涉及一個傳說嘅迷信。我哋再聽落去，連這種類型的正常個體也會受驅使以本來啲無意識。其實講緊係一種叫傳說嘅思想入侵啦。其實咧，思想入侵係好平常，因為其實我哋生活喺電子時代咧，好多信息咧都會無意識咁樣，即係講電波啊，或者啲資訊咧擺咗落個腦度咧，係無意識嘅，係 undetectable， 係偵測唔到嘅。但係以我嘅研究係存在呢樣嘢嘅，對於內傾感覺嘅人嚟講，係就客觀真實性來說，這種行動具有幻想性質，所以令人感到怪異。同時，它揭露了這種類型背離真實性的主觀。嗱，我係試過咧，將一啲有趣嘅手機擺喺床邊咧，係會發啲好奇怪嘅夢，就好似呢度想講，令人感到你講個夢境出嚟，個人覺得好奇怪啊。有時候發夢未必真係因為肝火盛，或者係即係發夢雖然係每個人都會發，但係記得嚟嘅夢咧，好多時候都係好奇怪嘅。雖然我哋每晚都會發夢，佢進入咗呢個快速眼眠期嘅時候啦。不過嗱，讀埋呢句先，個體同時，它揭露了這種類型背離真實性的主觀性啊，唔好重要。不過，那些客體效應尚未接觸的地方，個體就會出現一種既友善卻又少流用的中立態度，即係話客體效應未觸及的地方，即係話我哋應該善待一啲友善啲去處理一啲信息啊，呢啲上帝俾我哋嘅信息啊。這種不偏不倚的持平態度，往往致力安撫於個體並維持個體平衡。係啦，有時發下夢咧，情緒就會好啲啊。如果記得個夢咧，通常一定有佢意義喺裏面啦。發夢係有時幫助到整理當之前落嚟嘅情緒，就好似夢，好似有套叫咩夢工場定唔知咩啊，即係好似咩 Inside Out 嗰套咁嘅嘢，個概念就嗰度嚟啦。太低的會稍微提高一些，太高的稍微提低一些。睇下先嚇，係低.2。狂熱的情感會受到壓制，係啊，誇張嘅行為會受到約束，不尋常的東西會被帶入正確性的公式。這一切都是為了把客體效應圈限在必要的範圍內。即係話，其實有時內傾感覺係對自己係一種約束嚟嘅，而唔係一種幻覺啦。只要人們還不相信他們不會造成危害，他們對周圍的人產生的，他們就呢個好難解釋咯，就話即係話，即係你相信嘅嘢就會發生，有啲似吸引力法則嘅意思啊！呢個果真如此，他們很容易就會為他人攻擊性或權力慾的受害者。如果啲人跟住個夢境嚟做嘢咧，就會傷害好多，好似有啲人會夢遊去斬人啊、殺人啊，咁真係好危險啊！他們通常會被人糟蹋之後才在不適當的場合，即係有時候俾人蝦咗好耐啦，好似我都之前試過一直因聲嘆氣，有時候真係揾嗰啲窗口發泄下咧，就會，但唔一定係對方，有時係可能嗰碗飯菜發喺第個身上，係因為好唔合理嘅情況都係咁。有時忍埋，你揾個人嚟鬧咧，有時鬧佢唔起喎，即係又唔想鬧佢喎。咁我哋大概都傾咗5分鐘啦。咁希望聽日或者之後有時間再見啦嚇。
拜拜。